麦克气啊！大家好，我是阿翔。今仔日咧要来甲大家分享一场伫咧婚林斗六遮的创作开讲会。什么叫做创作开讲会？就是会希望带大家去甲一寡创作者伊的工作室，是伊的工作环境，去开讲。透过这个过程，我嘛会使去了解讲，创作者是安怎伫咧这个空间内面去培养伊的灵感，也是讲去进行伊的一寡创作的工课，会叫做开讲会嘛，是希望大家会使用较轻松的心情来听看卖啦，这个所在在这个区域内面有啥物款的声音当咧发生我们即个要去甲啥个工作室开讲咧，要去甲康语言康伊的工作室康是一位车理师伊即个要来甲阮讲的一个主题叫做用一次的痛交换一世人的美好印记遮较特别的是用这一次这次是刺青的刺啦所以伊就是用一摆嘛一车会同款的意思这个主题康是安尼做这个说明的车厘对我来讲是生命当中一段自我认同的故事勇气、爱甲信任是这段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信念就是对伊来讲可能这车厘毋那是一个行为，也是一个动作尔伊是咧回应伊生命当中的一个问题可能是甲自我认同有关系的可能我是谁我对倒位来我未来要对倒位去创作对康来讲是安怎的一件代志咧？伊认为讲创作是甲生活当中一寡足小的体会，你会使透过创作的过程，转换做会当甲世界去产生对话沟通的方式嘛是自我思考也是沉底的时阵最重要的出口。这就是我感觉创作是做神奇的一个行为啦毋那是甲物件出了水尔伊迄个内在的部分伊是会使去发生真大的力量只是阮爱透过一寡拍开咱的感受感官去体会去理解因为阮即个是要去甲工作室开讲嘛所以这嘛小可小解讲康的工作室康的工作室叫做康与刺青美乱各种材质的本质所以伫伊的空间内面咧拣一寡家具还是物件摆一寡物件时阵尽量拢是较自然的材质啦就是减少塑胶的部分嘛希望所有来到这个空间的人会使去感受到讲这是一个会使提供一个轻松的氛围嘛会使感受到这个材质是会喘气的是做温柔的好，安尼上尾咧来甲大家留一摆，还是讲搁讲一摆，阮即个活动的资讯阮即个活动叫做工作室开讲我们去甲康语言康的车厘工作室时间是举办咧2024年7月27号的礼拜六暗时7点到9点人数是8个人尔所以你若有兴趣要紧的即摆已经要满费用是300块还有教康伊家己设计纹身贴纸伊甲伊的手写的小春联安尼现场再搁纳钱就会当阮这是一个台语友善的活动啦所以你若来到这个活动想要讲台语嘛最欢迎的你若袂晓讲也是听无的嘛免烦恼阮现场拢有人会帮你做翻译阮即个这个分享就先到这啦我是阿翔阮工作室开讲会再相会再会。